Spiro Plus 咧嘅成分係啲乜嘢咧？佢嘅功能有啲咩作用咧？Spiro Plus 咧，真係對繁忙嘅都市人嚟講咧，可以做得一個非常之好嘅深層排毒嘅效果嘅喎。咁點解佢有咁好咧？好似你咁樣啦，工作成日都咁忙碌嘅話咧，其實咧我真係好建議你咧要食呢個 Spiro Plus 咧去幫你做呢個深層排毒啦。咁其實 Spiro Plus 係啲咩嚟嘅咧？佢就係結合咗3大嘅成分群。第一就係佢咧有17種咧專利嘅消化酵素，例如好似有咧脂肪酶啦、乳糖酶啦同埋澱粉酶。其實佢係針對咧亞洲飲食啦，我哋比較油膩啊，或者多啲精製嘅碳水化合物為主嘅，幫助高效咁分解翻啲營養啦，防止一啲發酵啊，產生一啲胃氣脹啊嗰啲情況嘅。第二啦，就係佢有藍藻啦、綠藻啦同埋益生元呢兩類嘅種類啦，其實佢含有豐富嘅葉綠素啦同埋藻藍素，佢係可以幫我哋咧吸收到重金屬同埋毒素，仲可以有一個抗氧化修復嘅功效。而第三咧就係螺旋藻啦同埋菠菜精華，咁其實咧呢兩個成分咧都有豐富嘅鐵質啦、鎂質啦、維他命 B 集，佢可以幫助翻咧我哋嘅腸道蠕動啦、免疫力啦同埋提升翻我哋嘅能量。呢個組合咧唔止幫到你排毒，仲可以調節翻咧你成個消化系統嘅循環，係一個非常之完整咧一個好好嘅健康解決方法嚟㗎。